桃园伫最近这几档人口的成长是真紧，中华区的大楼一栋一栋起，也毋过起厝煞甲人行道拢地歹去，后面种是真怨叹。议员嘛要求讲，市政府着爱监督改善。市政府嘛已经完成 A7的中华区建案附近公共设施的巡检发现共有14个工地违规，计共罚36万块，嘛已经要求5个工地停工。起厝工地边啊人行道的地砖拢被地歹，桃园这几年人口成长真紧，中华区新建案真多。议员李宗豪伫咧议会质询时阵，批评真侪建商起厝时阵毋若直接甲钢筋、砖仔架拢踩伫咧人行道，大台车一直出入，也互人行道损害真严重，敢若变做另外一种行路人的地角，要求市府监督厂商改善。有一些像是这样子，都已经有堆放一些杂物啊，或者是人行道都已经破损，在对于就是轮椅族或者是推娃娃车的一些家长们，他们都会感到非常不方便。对建案施工损毁人行道的情形，监管处回应讲，伫20已经启动稽查专案，目前完成 A7中华区建案周边公共设施巡检作业，发现14个违规的工地，总共裁罚36万，要求爱恢复人行道的原貌。其中5个违规较严重的工地勒令停工，一直到改善好为止。建案施工对邻近环境影响要降至最低，后续也将扩大至全市稽查，确保空地周边民众通行之安全。监管处讲，建案施工无依照规定申请，会当依照建筑法规定，采取新台币18000块到9万块的罚款。若有必要，会勒令工地停工，也强调未来除了建筑基地内面的施工安全，周边的公共建设也列入工地巡检的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